现代台语版圣经合解书第1章。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第2年6月初1，上主交代先知合解传话予撒勒铁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撒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这人民讲上主的圣殿重建的时还未到。彼时，上主交代先知合解传话讲：这个圣殿还荒废，恁家己检通住伫装潢舒适的厝。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着用心检讨恁的行为，恁也正济，修行少，恁食毋捌食够饱，恁啉毋捌啉够止渴，恁穿毋捌穿够烧，恁趁钱拢囥落去破空的钱地。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着用心检讨恁的行为，着爬去山顶，取一寡木材，起一间我意爱的殿，互我通显示我的荣光。上主安尼宣布：恁其他丰收，颠倒收较少，摕转来，我用风甲因吹走。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是安怎？我要安尼做，因为我的殿还荒废，恁逐个人竟然为着家己的厝得无闲，所以天无落雨，地无出土产。我要用矿限，互土地、山岭、五谷、新酒、橄榄油，地会出产物，人类、精生以及人劳苦得到的物件，拢受到灾害。迄时，撒勒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撒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以及所剩的子民，拢服从上主因的上帝的话，就是上主差派来的先知合解的信息。众人嘛拢敬畏上主。然后，上帝使者合解奉上主差派，对人民传话讲：上主讲，我甲恁同在。上主有感动撒勒铁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撒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的心，佮感动拢总所剩的人的心。因拢来重建上主万军的统帅，因的上帝的圣殿。因大流士王第2年6月24日开工。